228，这个228事件到今年是满75周年。政府是头一摆选伫个基隆港来举办着中暑的纪念仪式，因为当年国民政府就是伫个基隆港上花开始来镇压屠杀这个行动，选伫遮来办纪念会，希望会当来抚慰着历史的空脆，包括行政院长苏贞昌等几啊位中央政府的官员，拢来参加着这场的纪念活动。总统蔡英文嘛为受难者的英灵来献花，并且来颁发着恢复名誉的证书，予受难者的家属。蔡总统嘛来宣誓，将会继续来推动着转型正义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